哎，等我，等我，秒了咯。不去操那个用来是车个啦，88，我可赔啊，88，就是比这几个节目包的没啥涨，没啥涨。不要炸的呀，炸了不那么那么啊。不去嘛，不去。电碰啊。人家就在一个港湾嘛，哎，现在穿面的啊。你不下啊，这个他下了，你不用听啊，他打呀，不让打啊，啊，对了，多加块钱，那不这才哎，那不弄么的？他这个凉啊。老伯特那么那门面呢，属铺铺你了也整啊，怎么哈？那还车讲没来了，就比较没讲的。哎，我明了。那就咋多了，就没咋都不了。哎，咱们现在老伯那门啊，我靠了不？不都了，我们别不啊，去比这近啊。